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eno。上條片講咗啦 ，3D 呢一課咧喺我哋 DSE 點樣出啦。今日呢條片同大家講另一個每年 DSE Session B 必出嘅課題，就係叫做二次函數圖像 Cosine Function and Graph。嗱，佢唔會自己獨立出嘅，佢有幾個 crossover 嘅版本。嗱，我哋逐樣嚟下。首先第一，每年必考嘅就係叫做 Completing Square 配方法。嗱，呢度分開兩個嘅版本。如果跟我哋課堂嘅話咧，我哋都教過有 program 係嘛，數字版本你可以直接撳到個頂點出嚟。我哋教過大家點樣可以屈機屈翻啲步驟。但係留意，如果目標係諗住攞5以上嘅同學，你就要記得第二個版本，就係如果本身條式係有英文字母喺入邊嘅，你嗰3個步驟點樣去寫咧？你記唔記得熟咧？咁呢啲咧你要靠大量嘅操練咧去操熟佢啦，得唔得？每一年考呢一個二次函數圖像咧，都一定會 cross over 圖像轉移 transformation 嘅問題。嗱，我哋喺課堂教過有個口訣就叫做小明上廣州定理，係咪？我哋嗰條函數入邊咧，佢有5個位喐得，而每一個位都會有2個嘅方向嘅，你一定要去溫熟。MC 你可以用代入法，我哋教過幾招嘅神技去應付，但係如果 Paper One 嘅話咧，你唔可以當 MC 做噶嘛，係咪？你要寫到出嚟噶嘛，甚至佢有文字睇可以考你嘅版本都唔定噶嘛，啱唔啱？嗱，跟住咧，我哋一定係會 crossover 其他課題，最常見嘅 crossover， 譬如2024會有 ASGS 等差等比啦，或者係佢後邊咧會玩一啲叫做幾何 geometry 證明題啊。又或者係玩一啲 mensuration 求積法，但係重點就係前邊，如果佢 part A 去問你嗰個頂點個 vertex 坐標，你係揾唔到嘅話咧，其實後邊你係唔使做嘅。OK， 俾多一個提示大家，當題目佢上面揾咗，譬如有一條 fx 嘅頂點坐標啦，跟住下邊 part B 咧就將 fx 呢條式做咗一啲轉移。嗱，點樣轉移唔緊要，個重點係佢問你轉完之後新嘅嗰個圖像嘅頂點係乜嘢？呢一個問法咧，大家留意，你哋係有一個捷徑，就係你唔需要真係將新嗰個函數去計一次，然後再用配方法，你可以直接利用舊嗰個頂點去做轉移，轉做新嘅頂點出嚟嘅，得唔得？嗱，呢一個捷徑咧，如果係有上我哋嘅課堂嘅同學，咁我哋講過有幾條嘅 past paper， 冇上課堂嘅同學咧，咁你哋一定要記住，有呢一個方法咧，可以幫你直接慳咗半版紙出嚟，直接可以揾得到新嘅轉完之後嗰個圖像嘅頂點坐標嘅。OK， 嗱，如果各位同學想極速學翻晒所有 DSE 2025數學科嘅重點咧，3月31號我哋會有一個 Final Lesson 終極班，2個半小時嘅時間幫你攞晒所有嘅 DSE 數學科2025嘅重點，將個成績咧係能夠保持到最高嘅水準嘅。各位同學，課堂見。